個手你感受一下，啊，甲抹者，我甲你講，這保濕，吼，啊，這個防曬，啊，芳芳啊，你感覺誒，剛好用，啊，你幫我拆開看覓，吼，好，這全新的，啊，你拆開啊啦，吼，啊，你身軀有帶錢無？我甲你用一個吼無卡分期，唔免卡，咱就當分期啊，吼，一工唔免100塊，俗啦。你一定買會起的。我也無要買啊。啊，你甲我聽起啊！我這全新的，你甲我聽。我甲你講，我這攏有錄影的吼。議會頂懸嘛攏有錄影的，你這愛甲阮買落去啊啦。台灣蔡小薇為了呼籲市府有不少業者佇市場上傳利用免費體驗、贈送產品、試用等行銷手法所引發的消費糾紛，以實際判因業者佇總日巡向市場推銷，因連業者引誘消費者簽下高額分期過程，好濟民眾只是去一逝市場，結果要派10萬塊的貸款。呼籲市府重視這款已經不是個案，而是平均3天就有一件的消費爭議，要求看局處實地聯合稽查。對此，市長吳依婷嘛表示，這款的手法等於是詐騙，一定要主動出擊。那這個業者啊，他其實就是利用民眾的尷尬感，跟給你很極大的一個心理壓力，壓迫你去驅使你去做這樣的一個消費，所以我們真的不要等到民眾受害了才來處理。如果只是逛個市場、逛個商圈，然後背了10萬塊的債務回來，這無形之中對消費者來講就是一個美容陷阱。執法的時候，除了消保官之外，我們對於一些宣導。包括你剛剛講毒品啊、詐騙啊，或者這也是詐騙的一種，我們要深入的到，譬如說長壽會、老人會，或是他們共餐的場域，我們就去宣導。啊，你幾量光化學，我們就制作那個這個錄影帶給他們播放看。還有晚上廟會，我們也可以做的，類似全面鋪天蓋地的宣導。最後一個就在執法的層面，我們對於民眾啊，如果碰到我們主動出擊，然後來把這個民眾受害的民眾把它減到最小。對此，議員進一步提出警訊，因為這款美容消費調解無成立的比例將近60%，讓消費者求助無門，顯示法制面有望有真大的改善空間。所以建請市府參考台中直接到業者營業場所打警示公告的做法。迄是公布高風險名單，保障消費者第一權利，嘛避免閣有人受害。台南新聞，阮子林英光採訪報道。